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nh chị mời ngồi ra平安，咱为着等下礼拜中有调查，请咱检查咱的行动电话，用咱的行动电话来测做静音。咱来念会前的诗364，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
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心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我求叫的时，你有应我，你有鼓励我，互我得到快乐。接来吟圣诗，圣诗第152首，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咱起立。所行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就会
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弭。求你互我离开艰杂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有。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听少你的律法到知影。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阿头来祈祷，感谢阿老上主，因为你是至善。感谢万主的主，万神的神，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行医疗大事，你用智慧创造天，甲地铺伫水的顶面。你用日头管理日时，用月甲星辰管理年时。愿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上主啊，求你监察阮、捌阮，因为你对真远的所在就看出阮的心思意念。阮行路，阮休困，你拢在看。阮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主啊，阮还未开嘴的时阵，你已经知阮要讲啥物。你伫阮的前后保护、照顾阮，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完清，实在是超过阮所想、所了解。上主啊，阮求求你的时，求你紧来帮助阮，求你暗耳孔听阮的声，愿阮的祈祷亲像香香的坐请到你的面前。愿求你用仁慈款待阮，用油抹阮的头壳，求你指点阮，互阮无歹行为，带阮行永远的道路。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
咱同齐来听下上帝的话，记载圣经约出来日记的第2章11节到25节。现在台语的本字107页，咱为大家有现代台语的圣经，咱会当来试现看卖。等下我读到25节的时阵，咱同齐来读看。25节，咱同齐来读看。头先我先来读，到25节的时，咱同齐，你有闲若是看包括用落去，一本圣经，毋知咱有摕无？因当我逐工拢早去公司咧看，所以讲咧看，对，迄落里，即个圣经像厚，插袂去咱的椅仔顶，插袂去，大家有知有感觉？好来，咱来读。出埃及记第2章的11节，后来摩西大汉，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看到因咧做苦工，搁看到一个埃及人拍希伯来人，摩西看惊拢无人，就拍死迄个埃及人，用刷甲伊砍咧。隔日，摩西搁出去，看到2个希伯来人咧相拍，伊对迄个无理的讲：“你是怎样拍家己的同胞？”迄个人讲：“啥人派你做首领来审判我？你按算要甲我拍死，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摩西惊一条，想讲即个代志。人已经知影，埃及王听到即个代志，要杀摩西。摩西闪避埃及王，走去米甸住伫遐。有一日，摩西坐伫井边，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因来抢水，甲水槽倒边，要互因老爸的羊。啉，有个样的来，甲因赶走，摩西就起来，甲因解救，互因的羊啉水。因转来因老爸叶铁路遐，因老爸讲，今仔囡仔遐早就倒来。因讲，有一个埃及人解救阮，甲遐个欺负阮的雇羊的赶走。甚至搁抢水互羊啉。老爸对因的查某囝讲：“迄个人伫倒位？恁是安怎甲伊放伫遐？去请伊来做伙食。”摩西接受邀请，欢喜甲叶忒罗带做伙。叶忒罗将伊的查某囝西坡拉嫁互摩西。西坡拉生一个后生，摩西甲伊号名叫做结顺，讲我寄伊伫外邦。几若年后，埃及王死，以色列人因做苦工，讨回哀叫，因做苦工哀叫的声透到上帝遐，上帝听着因。嗨嗨惨的声，就想起伊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来，咱同齐来读一句来，上帝以上。
分顶咱来个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是主你的带领，也是主你的引线，互阮伫即个时间，伫步步者的其中，也有真侪用心，也真侪付出的同工，伫教会者来陪伴。也是主你的分顶，是主你的引线，也陪伴真好的牧者来到阮的中间。为主，阮从这一切献上感谢。为主，伫今仔日。希望你的话语也继续伫阮的心内中间来引线带领，也继续伫阮的心内中间来造就，互阮伫领受了后，会当利益着阮家己，也当利益着众人。我安尼祈祷感谢主，用主耶稣圣名，阿门。阿门。大家平安。用这段时间在第2周的29、30来跟大家来分享。拄好出来日期是阮即马教会中间伫查考圣经，所以伫遮中间读这段圣经的时阵，我想讲，好像刚刚好可以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时阵伫咱教会或者是教会内，我家己经历，就是讲伫创世纪内底的故事，从出来的故事，对囡仔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些片段。为什么说片段？因为无说的故事中，阮可能看一段，印象很深刻，会知道说这些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伊出来第1章讲到就是上帝看到在以色列人因的苦楚，搁第2章呢就是看到摩西的出世。所以今仔日咱虽讲是对11节开始读，但是第2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讲到的是摩西伊细汉的时阵发生的代志。你们还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吗？要给我印象吗？拢无印象，拢袂记啊。正读的时拢嫌迄个数学的老师都忘记了。有没有印象？我都往迄个时阵生气，想要将所有囡仔拢害死，头生囡仔拢害死。但是摩西的妈妈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将伊放倒位，拿内底，放水中，互迄个我都王的查囝。好着，最后互这个摩西的，所以这个就是第1节到第10节，第1节到第10节发生的代志。然后今仔日咱所看到，很快才被法老王的女儿才抱起来而已，11节讲什么？已经大汉，就这样带过了，已经大汉了，好像中间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第2章。遮咱看到，其实大概拢是摩西伊细汉的时阵，一直到大汉，一直到伊离开埃及，这个其中伊人生所发生的代志，就很简单粗略的让我们知道说摩西他的大半辈子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后壁面当上帝护了伊了后，伊转去到埃及来带这以色列人，是后壁面较详细。故事的来源，所以等于说摩西，我们对他的从小到大的认识就这么多了。所以第2章安尼尔。但是伫遮第2章其中，咱知影讲，其实摩西的一生，虽讲简单安尼讲，但是我相信对伊的性命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事。虽讲圣经无写，但是如果咱徛伫人的面前，如果你是摩西，这种事情忘得掉吗？忘不掉啊！这是咱人的性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因为你想看觅，当摩西伊慢慢大汉的时阵，做细汉的囡仔的时阵，问伊迄个法老王女的妈妈，问伊的时阵，妈妈，我是对倒位来？我从哪里来？会问这种问题。伊的妈妈安怎讲？伊是捡来的。这种上面听在牌子上，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伫咱后壁11节看到遮，11节讲了安怎大汉了后，伊去到倒位，伊的兄弟仔，伊个兄弟仔是指啥物人？希伯来人这其实摩西毋是无了解，伊是真正了解讲伊的出世、伊的血统、伊的族群，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他长大了不会去找他。你了解我意思无？伊若真正是伫埃及的家庭，用咱来
代表讲伊受的教育，伊大的环境，拢是啥物？上好的。埃及的皇宫，会当讲伊是皇室贵族啦。所以徛伫一个犹太人、希伯来人的身份，伊知影伊家己是希伯来人的囝，但是即摆活伫王宫的中间，享受着遮的教育，享受着遮的资源，享受着遮的权。你想看看，这个对一个人的心中有没有很多的挣扎？变成讲，伊是一个，他是一个两种，他是一个双面人啊。不像双面人怪怪，但是伊是享受两种身份的人。因为伊知影伊享受着是爱去遮的好处，但是伊心中也搁知影讲，伊的同胞安怎也有在受苦。所以我相信，对伊的心情内底来讲，他有很多的五味杂陈，交织在一起。所以，虽讲第一集到第十集，说只11集简单讲伊大汉，但是我相信即个其中即个中间，伊慢慢的大汉过程中，一定有看到其他在希伯来人因的下场。但是也许他一开始看不到，但还好，因为安怎，他的奶妈就是他的谁？拄好是伊的老母啊。上帝真奇妙，伊的老母食做伊家己的奶妈，可能伊的老母甲伊分享，甲伊讲，伊慢慢知影讲正确的代志是安尼。所以如果咱安尼去看时阵，代表讲摩西伊一开始，就是讲超过一节，听人讲超过一节长大了。但是伊的心中，伊还阁真明白清楚知影讲，伊还阁是一个希伯来人，迄个是无法度改变的。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长大，领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还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今仔日咱所看的11集就安尼讲，伊来去找伊的同胞，看到因咧受苦的时阵，想要斗相共，但是斗相共的时阵怎么样？弄巧成拙，杀死了谁？埃及人。那对埃及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么是大代志。所以如果咱安尼慢慢咧看11集安尼咧讲到25集的时阵，遐个代志慢慢发现，而且伊想要为着因伊个同胞迄个希伯来人讲话的时阵，这希伯来人问伊讲啥物？你凭啥物？你凭啥物啊？如果你是摩西，你听到即句话的时阵，你是毋是会受伤？我明明想要来帮助你，我明明想要来斗相共，看到你咧受苦，我想要来出一个手来斗相共。但是即摆你竟然讲我啥物？你凭什么？但是徛伫希伯来人的立场，看到摩西安尼徛起来的时阵，我嘛会讲你凭什么？你遐像遐好的资源，你住伫遐尔好的所在，我呢？我们在干嘛？我们在受苦哎！你当初你是谁呀？这是因的心情啊！你当作你是啥物人？当作你讲你是因为享受伫迄个中中的中间，当作是爱这个王子，你会当来讲我的中间搅屎，要那个要要来掌权吗？所以一切都这个话，你凭啥物？所以整个代志安尼发展了后，你会发现到。摩西伊徛伫埃及人的一边，既然还是埃及人，再来是安怎来侵犯伊，他也待不下去，想要转去到伊的兄弟遐，但是这个兄弟安怎无想要接受伊，他也回不去那里，所以他怎么样？原本两种身份的人都拒绝他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发展。过程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舒适，所以一个他逃走，逃到哪里去？他就逃到米甸那个所在，伊遐熟悉着伊的太太，伊遐熟悉着迄个叶特罗，伊遮生活一段时间了后，他才被上帝给呼召。所以讲，这个短短的一章，讲了可能感觉无介济。但是对于我家己咧看的时阵，我发现到讲，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特别互摩西经历遮个代志，伊的用意，伊
享受着埃及人的资源，伊搁当时是做希伯来人囝，但是即马伊逃到外口的时阵，伊讲啥物？我不过是遐咧寄居的，我是寄居在这里的人，我是一个外邦人。变成讲伊即马连啥物人伊到底是啥拢毋知影。埃及也回不去了，希伯来也不接受我，那我只好在外邦人当中来寄居。所以伊即马当作伊家己是一个外邦人。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整个过程中，他的心境是一直在转变的？那不是这款的转变，那不是这款的变化。其实咱看到第三章后壁面上的图表摩西的时阵，可能他的心境会不太一样。但是伫我安尼咧听的时阵，我安尼咧看，我感觉讲一段第二章是上帝咧批判摩西，诚侪迄个上适度，来诚做上帝呈现转去到埃及来拯救伊的百姓的迄位。因为你仔细想想看，摩西为什么会当徛伫众人的面头前？第一，因为伊有受到埃及人什么教育，所以他很清楚，他很了解，所以伊这个部分，地势也好，讲话也好，跟他们应对面对的时候怎么样，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用逻辑去思考，他长大后他们一定有这些教育的接受，所以伊会当安尼谈这埃及人讲话，知影伊的属课，知影伊的传统，知影伊的个性，知影伊的文化。另外一个，为什么伊派伊等于是上适当的？因为伊家己本身是一个希伯来人，他身体里面也流着是这个希伯来人的血液，所以等于的时阵，徛伫伊的面头前，遮个人所看到的，毋是一个外邦人，是正正迄个因民族的迄个同胞。第三个，为什么伫迄个米甸迄个所在，和叶特罗做伙一样？因为你有发现到无？叶特罗的身份是一个什么？迄个是什么？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祭司。所以底下摩西和伊的女郎，他的丈夫在那边一起生活的时候，不多不少应该也会接触到面对上帝的敬畏。所以等于看到迄个咧烧的迄个气体的时阵，听到迄个声讲你徛的所在是神的，他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什么？会啊，爱听掉，上帝甲你讲，你就安尼做。因为伊即个上帝有安怎了解，所以伫第二章咱安尼咧看的时阵，整个的摩西伊的一生到迄阵，拢是上帝咧陪伴伊，诚做迄个会当使用、会当呈现转去到埃及拯救犹太人的迄位。伫使徒行传内底第7章，当司提反迄个殉道者司提反。伊互人用石头钉去正前，伊有讲话嘛，伊有讲到，伊有讲到摩西的故事。透过伊的了解，透过伊的解说，咱发现到讲，摩西用40天伫倒位，用40天来去显化，从小到大，大概40年的时间，然后搁用40天的时间伫倒位。旷野，因为伫后壁面，等于第7章，如果咱看的时阵，摩西互上帝叫等于爱去找上帝，去找法老王是几岁？圣经记载讲伊拄好80岁，所以用40天的时间伫埃及遮来生活，搁用另外40天的时间伫旷野遐来生活，拢是为什么？来陪伴摩西，诚做一个上适当的人。来引传带领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有一点道理？所以和今仔日的这段咱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咱今仔日主题是什么？恁像无顶管有写啊？今天的讲道主题是什么？
耶和华以列，像耶和华以列这个故事是几个月来？还记不记得？这个是上帝叫亚伯拉罕将伊的囝献予伊的时阵，尾仔想着主动伊，莫安尼做。我知影伊的意思，所以就特别安怎备办一个油碗，予亚伯拉罕来献祭。所以咱对遐就知影讲有一个真好啊真水的一个圣诞一个名叫做耶和华以列。所以有真济父母咧想讲要互家己的囝是啥物名的时阵，有真济拢是啥物耶乐。毋茫讲上帝会当伫伊的性命中来备办真好的物件予伊。不过，如果咱安尼去看一段圣经的时阵，也去想看卖即个以列耶和华以列即个事，一直带互咱的感受，通常拢是安怎？咱是享受的迄位，你自己去思考。我们通常都是受益者，因为我安尼讲的时阵，代表讲啥物？上帝备办好来互我。伫亚伯拉罕的立场，本底是爱献伊家己的囝，但是尾仔上帝阻止伊的时阵，讲莫安尼做，我已经备办了解你的心意，我已经备办好势。所以上帝预备的东西给谁？给亚伯拉罕。今仔日徛伫犹太人的立场，请问上帝备办啥物人予伊？准备了摩西给他。徛伫埃及人的立场，上帝准备了谁给他？嘛是摩西嘛，因为上帝就是叫摩西你去做遐人。所以对遮个人来讲，上帝备办摩西予伊。再来，徛伫咱国民教会里面，今年底要来新的牧者，上帝备办啥予咱？恁的新的牧师的名要对去无？恁后摆看到新的牧师来的时阵，知道他的名字哦，你莫叫袂出来，好不好？你是新的牧师哦，安尼讲，是大牧师哦，你是牧师哦，要记得认得他们，因为迄个是上帝备办予恁的一个牧者，恩人牧者。所以咱头拄安尼讲的时阵，拢徛伫迄个受益者的立场，起码来人会备办上帝所备办的是摩西，来去伫遐所领受的嘛是摩西，咱伫遮领受的是啥？嘛是遮两位牧者。但是如果咱把角度再转换一下，如果咱即马的立场角度是徛伫摩西的位来看整个的代志，摩西头前的40天是啥人备办予伊的？是上帝。摩西伫埃及所享受的遮个权，所经历的遮个一切是啥人备办予伊的？是上帝。摩西去到旷野的时阵，伫遐所领受遮教育，伫信仰，伫祭司的遮个信里面所学习到的，是啥人予伊？是上帝。所以如果今仔日牧者要来到一个教会，请问是啥人备办予伊？嘛是上帝。所以其实无论对啥物人来讲，咱都伫教会要领受迎接新的牧者来的时阵，对咱来讲，这个是上帝备办予咱的。若是共款徛伫牧者的立场，因的性命、因的牧会路途行到即阵的时阵，独行教会是毋是上帝备办予因的？共款伫独行教会的历史，到即个阶段的时阵，上帝备办即两位牧者予咱。所以你有发现到无？其实上帝拢咧备办，上帝诚做咱的耶和华以列，诚做咱的帮助的时阵，备办真济予咱益处，毋是干那备办牧者予咱尔，嘛备办咱予新的牧者。所以就按问，互咱一个角度来去思考，牧者已经准备好势来到咱中间来会友。
陪伴、来教育，牧者已经准备好势啊。安尼咱就爱来看卖，咱家己做国民教会会友，咱是毋是已经备办好势，来成做新来牧者的什么帮助，成做因的代表者，成做因会当倚靠的对象。为什么讲依靠？因为有的时阵咱爱靠牧师嘛，有代志的时阵，咱爱去倚靠牧师，有啥物问题，啥咱找牧师。但是牧者嘛是人啊，因嘛是有因的软弱，谁会当成做因真好的倚靠？就是这个国民的什么大家庭。所以弟兄姊妹，真欢喜的事就是讲，咱准备要来迎这新的牧者来到咱的其中，这真正是上帝备办的耶和华以利的一件代志。但是共款看牧者的意义，咱是毋是备办好势？当牧师需要帮忙的时阵，咱是会当勇敢来安怎？不敢举手，我来勇敢来举手，牧师我会当，我的时间会使。我拄好有这个本事，我会晓，我来斗3工。因为如果牧师都备办好势啊，但是教会无备办好势的时阵，想要推动的代志，是会遇到真大的困难。所以我感觉讲，两年前的牧者，毋是敢若上帝备办互咱也是上帝备办互因，伊牧会愈行，伊牧会人生中间一个真水的一个见证。所以毋茫对百姓讲恭喜嘛，恭喜你们有新的牧师了，但是也要恭喜他们有什么？有一群新的什么家人。所以恭喜你，未来好像很快就来了，牧师会到咱其中，互咱会当成做彼此的什么？彼此的祝福。还记得很久以前我说过嘛？毋茫咱会当成做国民教会祝福，毋茫这两位牧者会当成做咱的祝福，咱也会当成做这两位牧者的祝福。所以耶和华有乐，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做来做的。阮真个要上帝，我来讲你的领导前，你就感谢，因为是主你的听，你的恩典，是你的安排，互阮伫国民教会遮，透过济牧者，透过遐武断的历史，透过遮个济信仰的前辈，慢慢一步一步行到今仔日这个阶段。主，阮希望你就感谢，因为过去所发生一切，拢是在陪伴阮来到今仔日。但主，阮就感谢，阮的天父中间嘛陪伴真好的牧者，来到阮中间来成做阮的亲人，成做一家人，才做伙为着主你的事工，为着主你的教会来服侍。所以主，阮就感谢，阮会当享受即款真水的恩典。所以主，阮来你的面头前来来问题，互阮的心当坚定，也互阮的心会当平软。当有需要的时阵，互阮有迄个勇气，互阮有迄个会当看到，阮会当做的代志，无论是大，无论是小，只要是主你所感动的，就阮会当出来的时阵，毋茫阮也会当成做这个教会祝福，嘛当成做这个祝福。因主，阮亲像新的牧者来到阮的当中的时阵，因也要成做这个教会，成做阮的祝福。所以主，阮献上感谢。主你所备办的一切，我会当将主你的旨意显明出来。阮安尼讲，我安尼感谢祈祷恳求，从我最后所求的圣名求，阿门。咱来吟会的诗，正诗303首，上帝正义。好。咱起立。我
咱来吟正诗215首。咱一个吟落耶稣身体平安定时。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咱属于伊的教会的陪产者来参加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个人参加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阵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即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无样，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的代称，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恩典的爸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的陪伴就是将你家己献互阮，互阮通诚来享受今仔日的即个圣餐。也主，也即个圣餐也是你家己所准备的，特别来将主你恩典的话讲互阮听，讲互阮知。所以主，阮也陪伴阮家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即个圣餐，逐摆在啉在食的时阵，明白知影讲主你伫阮的性命所做的一切，主你所陪伴互阮极大的恩典，互阮通领受。所以主，阮也陪伴阮家己，诚做即间教会的祝福，诚做即间教会的恩典，互阮的性命通会当伫遮来荣耀主你的名。我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
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同工。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破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同工。
即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每一个人送到彼边。咱做伙来祈祷。恩典的爸上帝，阮献上感谢，伫阮的一生中间，伊拢在陪伴。可能阮对自细汉的时阵，含爸母做伙来认捌你，也是讲阮渐渐咧大汉的时阵，第一届入到教会。但是无论如何，主阮亲信，阮的性命通来到主你的面前，拢是因为透过你的陪伴、你的引带、你的带领，互阮通伫今仔日做伙伫主你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圣餐。对主，阮献上感谢。也主，阮也要将阮家己摆伫主你的面前，互阮的性命伫这长期的过程会造就、栽培、教育。互阮今仔日的阮的性命会当成做即间教会的帮站，因主，这是你咧陪伴阮，所以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通来回应你，伫新来的牧者，也伫新的教会发展，互一切的事工的顶面，互阮通参与伫其中，互阮的性命通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过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咱即阵来受杯。
咱即个要来奉献，连续是一次甲人哪有一次来实现。这车坐。我来通知甲报告的代先，我先来介绍新朋友。我手底有林龙南牧师傅，请起立。这是来啥物人无？知无？咱要新来的教育老师的爸爸甲妈妈，爱哪会晓拄好？咱搁一个甲欢迎吼。林义坚牧师的爸爸妈妈，请坐。过来，我有看到即个咱今仔日要来妇女团结专题演讲的洪凤祥医师夫妇。虽然我手底无好嘛，欢迎来，这啥物人你知影无？伊的太太是啥物人？美惠对无？这嘛是咱青年罗伊姐妹妹嘛，好，欢迎你定定来甲咱帮助妇女团结，伊今仔日要分享的是肌少症，所以讲你若毋是食伤大块，是食无饱，爱来听伊的演讲，过来，搁一位是咱。姊妹教会、东方教会来武璇，是倒位？武璇，好，拍手。来，健力选手，对吧？健力选手，好，请坐。回去东方记得跟东方报告好消息，主席，你们
要快来举行了，对不对？要来献诗了。好，多谢第三位哈。后来我再来通知报告哈，咱来看周报的第3页。后礼拜有事奉的同工，请咱注意哦，这我报告还袂讲完吼。这个本会消息第1条，今仔日是张牧师吼，有可能是所以从尾一届做咱的代议长吼，来甲咱主持圣诞，咱甲多谢。这甲2年中间，互伊真辛苦啊！吼，定来拢爱抽时间来甲咱主持咱的圣礼典甲讲道，多谢伊的辛苦吼。后礼拜是圣教67周年的纪念日，邀请江鹏同强牧师来主理吼。咱后礼拜要颁发咱庆祝67周年的圣教纪念的讲故事比赛，甲花金句吼。顶礼拜花金句的比赛，咱有去看吼。第1名吼，当然是讲吼，讲故事第1名是这4位吼，谢丽珍、黄云妹、廖淑云、吴林慧吼。花金句吼，蔡教授领军的蔡梦莹、江传兄、李轩杰甲陈秀文吼。第2队是刘于金吼、黄锦少、李心凌甲黄许义吼。后礼拜咱出席来领奖吼。下晡中昼吼，12点伫会议室要调开8月份的中秋会，中秋来参加吼。咱已经有买新的公用的现代台语的本汉文版吼，欢迎兄弟多多使用啊！迄较白话吼，读较有啦吼。过来是基督会吼，咱时常有着米饼甲小组来带导咱教会综合金开始申请啦吼，咱的青年若有志气吼，若伫外地爱赴会证明，咱全教会4年读经的计划来到历代志下吼，咱名说时常加油。过来具体关怀部分庄翠云姐吼，车祸不止严重吼。叫车拖着呢，伫左部甲左膝盖吼，手术咧休困吼。为着咱陈牧师甲林牧师要到因的灵庭来顺序带导吼。因夫2个领天吼，因为9月份就要读册，所以讲已经甲户口已经迁入来，所以讲咱9月份就会看到一个国小的。你当然，咱若来教会，你莫甲问讲安尼探见路，吼，这是过来，中秋会开始筹备就职吼，因为正确行程吼，行程就是像志龙长老报告吼，一切拢爱等中会，中会伊是口头甲咱讲啊，但是咱爱等文拢正确，才会甲正确的时间。通知互咱兄弟姊妹来关心。小等下社团团体嘛有聚会，因是要查创世纪18章甲22章。过来就是妇女团体，等下嘛有一个健康讲座甲咱有介绍唐医师过来8月2日就是过来拜三咱乡邻团体要伫北海岸餐厅举行年会，若有需要。接站的体友咱甲通知一下过来，9月7日我就无报9月7日咱我过来报。阴暗兄弟团体有父亲节聚餐若有报名的夫甲弟。过来就是珠海读经第6学年年度的秋季班，咱伫9月休热要煞9月12要开始新的课程，因新的课程是罗马书、甲南国书，这珠海读经班是真无简单爱去写作业，不课真侪，像这地理
看这所有的字的这个上节，24名这读着。过来，关怀协会的消息，工会协会9月11拜三咱要去参访，也佫有几个名额，几个名额，欢迎兄弟恁会当出来行来参加，佫有几个名额。第7页，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即个我温州金库留去后来咱翻头转来读温州的金库咱来我先读一遍咱接落过来读。对神摩西长大以后，伊全人甲伊称做埃及公主的囝，较爱甲上帝的子民同受苦难，无爱享受最终一时久的快乐。希伯来书12章24节到26节，来，咱来读一遍来。对神摩西长大以后，有全人甲伊称做埃及公主的囝，较爱甲上帝的子民同受苦难，无爱享受最终一时久的快乐。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以上报告咱这一节咱要用到具体关怀来导，兄弟若有伫遮公道的时间，毋茫咱开喙，为着咱家己，为着咱所知影的兄弟姊妹，得意不得意的时阵，咱向主来感谢甲祈祷。你要上帝，我感谢你。一礼拜久，阮随某也有拄着风台，当时阮也真欢喜，看着阮台湾的运动选手伫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内底，阮得到运动家的称赞。阮有个随某输，总是阮发扬迄个运动家的精神。阮也有赢着金牌的，这拢是你所赏赐阮的才能，也是当享受阮台湾人的荣耀。阮为着这来感谢。阮也为着阮要来的陈国成牧师，甲林义关牧师，因伫9月、10月搬厝的工课，互因得到顺遂。这段时间伫台北、台中安尼奔波的时阵，主你拢有带领因的行程得到平安，也求你帮助阮的教会的兄弟姊妹，阮有备万心来兄弟，甲阮新的2位牧师来同工。阮向主你祈祷，也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兄弟姊妹。阮祈求主你赏赐阮气力，互阮知通甲牧师同工，毋是要等伊来养饲人尔，阮是要甲新的牧师同工，是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伫阮的四周围。主求你帮助，互阮的兄弟尽力读圣经、祈祷，准备便通甲新的牧师来同工，也求你帮助阮的中职同工对为即个牧师受职的感恩礼拜的时阵，有侪的工课。较重要的是牧师馆的整理，拢主你的支援看顾，我求你帮助。阮的兄弟姊妹当中，有车祸的，有破病的，你拢知，阮身躯的软弱，阮伫遮。
拢要引导因的亲像，互因伫新的学校、新的课业来临的时阵，助你的聪明、礼仪，甲因比例。为着阮关怀协会做做的兄弟姊妹，有时因拄着病痛，总是因嘛无袂记你爱来运动，运动行帮助。恳求你帮助，互阮的团体、的活动、的聚会，拢照时来进行。为着兄弟团体，伫新的一年要过来读罗马书，安尼陆陆续续已经读6本册。恳求你帮助，阮有误，总是阮温存，无欠息。无片段，豆豆来读主你的话语，为着阮兄弟姊妹讲袂出的痛痛，主你圣神用话讲出的苦痛来替阮代替，主你的恩膏临到阮的灵命，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咱即日来平安互相，平安吼，也平安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上通，甲咱每一个人三个一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煞。